透過建造業安全獎勵計劃比賽，令到僱主同僱員都能積極咁樣參與，大家對職安健有更深嘅了解。我相信只要大家繼續努力，令工傷係可以做到嘅。喺動工之前要制定有效良好嘅安全計劃書，喺施工期間要實施完善嘅工地管理，推動安全文化，咁先至能夠真正落實建造業嘅職業安全。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一向秉承慎微篤行、精足致遠嘅企業理念，從完善嘅制度到創新措施，一向嚴格貫徹以安全為先、以公有為本嘅安全管理目標。喺吊運工具方面，均附有直接焊接於吊運工具表面嘅立體吊具標籤，明確標示吊具嘅編號同埋安全嘅負重，清楚明確，亦都不會脫色同埋脫落。中國建築設有吊具借用站，由專人管理，提供各式合規格嘅吊運工具俾外來嘅吊運司機借用，確保吊運嘅安全。由於地盤嘅面積廣闊而且空曠，地盤特別訂製咗多套流動工友休息亭，配合工友施工嘅位置靈活咁調動。亭內亦都設有飲用水、電風扇、急救用品同埋安全資訊嘅告示板，確保工友有合適嘅休息地方同埋時間。地盤亦都安排工友收集木板散料，喺地面突出嘅鐵枝上面鋪設保護板，防止工友一旦滑倒嘅時候俾鐵枝插傷。今次公司取得金獎，有賴地盤嘅工作團隊、各分判同埋工友之間嘅共同努力。中國建築將會繼續堅持以安全為先，打造更優質嘅工程。做好各樣機械嘅保養，就可以防止意外嘅發生，就係咁簡單。開工前，我會檢查所有機器同工具，確保安全可靠。